主题挑战赛舞台魅力，选手使出浑身解数，展现个人魅力，展现不一样的我，要跳活泼的舞蹈。摇动不情愿的脚床开，专门你热情的人客兄。用一小段吉他的方式来呈现，这是我像在电视上从没有过的，然后大家也没有见过的一个样子。风吹一山过一山，吹无心爱的影。跳舞很帅气这样，那就不如自己来挑战一下这样。问我斗倒，别人有啥法宝，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。再来一首辣妹驾到，让我能够再展现一下不一样的自己。夜店终极贝贝，就是碰高滚地，香水甲就不高跟鞋。唱得非常好的一个歌手了。今天是给你你有来这个节目，我给你最高分的一次。最终谁获得评审青睐，坐上宝座？